早晨，Kenny。早晨，Nina，早晨，各位觀眾，早晨。好啦，咁啊，同你先睇下韓股嗰邊嘅市場先啦。咁因為韓股近期咧有好轉嘅跡象啦，大摩報告咧亦都話供求改善啦，有機會推升翻個指數。咁但係同時咧亦都傳出韓國嘅官員咧就被調查，導致令到 Kospi 嘅指數咧尋日係回調5%嘅。咁究竟呢一個指數咧可唔可以喺6100點企穩呢？係啊，留意到韓國個市場都最近較為之波動啦，特別係當地一啲無論你話啱啱所提及到一啲負面消息啦，甚至乎係你話去槓桿嘅情況咧，仍然係進行當中啊。咁所以你話見到 Kospi 指數啦，都有一個持續回落嘅情況啊。咁但係當然今日嘅節目啦，其實都係想同大家 update 多少少啦。嗯，最近大家留意到嘅靈活槓桿結構嘅一個最新安排啦，如果大家都係。留意到啦。早前證監會咧都推出咗呢個相關嘅指引啊，咁我都可以同大家 update 多少少啊。咁好啊。首先，呢一個機制啦，都係容許我哋發行商啦，喺一啲極端嘅市況底下啦，可以有一個彈性啦，去調整翻我哋呢一系列12隻嘅每日個股槓桿產品嘅每日槓桿倍數啊。咁但係當然以現時為止啦，其實我哋南方東英上個星期啦都做咗一個聲明㗎啦，即係喺我哋所有嘅每一日槓桿個股產品當中啦，其實我哋現時咧仍然會維持住呢個每日嘅2倍槓桿倍數啊。嗯。新呢一個指引安排底下啦，我哋每一隻嘅個股槓桿及反向產品啦，佢每一日嘅槓桿比率啦，其實都會喺收市之後啦，喺翻我哋南方東英嘅每一隻產品嘅網頁版面啦，都有公布翻相關嘅槓桿倍數。咁所以大家每一日收市之後啦，都不妨上翻我哋南方東英個網站啦，去查閱翻啊。咁當然當中有大家非常注目嘅7709啦，同埋7747啦。咁有嗯。兩個重點，我都可以再補充多少少啊。因為雖然有呢個相關最新嘅指引啦，咁但係咧有一個明顯嘅重點就係話，我哋唔會啦喺交易日當中啦去改變呢一個槓桿倍數，即係話開市之前定咗嗰個槓桿倍數啦，嗰一日全日個交易日啦都會維持住相關嘅槓桿倍數。咁而且就算有呢一個機制引入咗之後啦，亦都唔代表我哋會不斷去轉換每一日個槓桿倍數，我哋都會以一個盡可能啦，每一日都維持住2倍嘅槓桿。咁同埋喺我哋推出以嚟啦，呢12隻產品推出之後啦，基本上我哋南方東英啦，其實每一日啦都有足夠嘅流動性啦，去令到呢12隻每一日嘅槓桿及反向產品啦，做到呢個2倍嘅槓桿。咁所以我覺得投資者嗯。階段啦，就唔需要真係話太過恐慌，甚至乎係擔心啦。嗯，係啦，咁我中間嘅時候都唔會變啦。咁另外，都想知道呢個機制改變之後咧，對我哋投資者操作上咧，實際係有啲咩影響啊？係啊，咁如果喺呢個機制引入之後啦，我覺得投資者反而係交易呢一類嘅每日槓桿及反向產品之前啦，都要留意翻每一日嗰個槓桿倍數啦。啱啱我都有強調到啦，因為而家就比起之前又更加透明啦。我哋喺翻個網站你入到嚟啦，就可以睇到每一日個槓桿倍數啦。咁同埋另一個重點就我經常喺節目都提醒各位觀眾，就係要留意翻我哋呢一類嘅每日槓桿及反向產品嘅 NAV。喺翻我哋嘅網站上面啦，其實都會有公布翻每一日個實時嗰個 NAV 啦，咁亦都係大家就會知道，咦而家現階段喺二級市場嗰個價格同真實個 NAV 有冇差距？因為大家要知道啦，你哋平時喺二級市場做買賣啦，你哋係同我哋嘅 market maker 即係市場流動性嘅提供者啦去做交易，就唔係同我哋發行商去做交易。咁所以咧了解翻個 NAV 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買呢一類產品之前啦，非常重要嘅一個步驟啊，咁所以大家亦都要關注翻相關嘅一嗯。啲。嗯，好。咁有投資者咧，可能都會有個擔心啊，就係呢一個槓桿倍數浮動咧，會唔會影響回報咧？你又點樣睇咧？係啊，咁我相信投資者對於呢一個擔心都係非常之正常啦。咁但係亦都即係同伯恩我一開始所講啦，我哋公司都留意到，其實自我哋推出以嚟咧，基本上啦都未暫時遇過呢一類相關嘅極端情況，即係話我哋都有能力喺可許嘅情況底下啦，有足夠嘅一個流通性啦，做到每一日嘅2倍嘅槓桿比嗯。率。所以我覺得嗯。觀眾就真係現階段唔需要太過擔心啊呢一方面。
明白。咁啊，現階段啦都可以 make sure 大概2倍啦。咁如果真係由2倍let's say 啦，調低做1.5倍，咁對投資者嘅交易成本咧，又會唔會有轉變咧？係啊，咁當然如果真係有相關嘅倍數嘅調整啦，其實我哋都會預先喺交易日之前啦，已經喺我哋網站公布咗。咁啊，最重要一個重點啦，我哋經常提及到啦，其實呢一類嘅槓桿及反向產品啦，只係適合單日嘅交易嘅，因為超過持有一日底下啦，相關嘅表現啦，亦都會同底層資產嘅2倍嘅倍數啦，有機會出現偏離，因為經常我哋都有提及。當你揸超過一日嘅時候啦，就好容易出現一啲複合效應啊！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觀眾都係做翻一個短線嘅操作嚟講啦，相對個影響其實又唔算太大嘅。好啊。咁如果喺產品追蹤價格方面咧，個表現會唔會比以前更加貼市咧？係啊，咁如果你話如果係有新呢個機制引入之後啦，咁我覺得其實同以往嘅比較嚟講，其實我哋基本上都係貼近嘅，因為我哋都係喺 NAV 嘅層面啦，都係做到呢一個2日嘅呢一個倍數槓桿啦，咁所以我覺得大家亦都可以不妨去翻我哋網站啦，可能你會留意翻每一日 day end 個 NAV 啦，嚟去評價翻，咦我哋本身做呢一類嘅產品啦，做得貼唔貼價嘅情況，我諗呢一個亦都係投資者可以喺一啲公開透明嘅資料嘅情況底下啦，可以去做到呢一類嘅分析咯。冇錯，咁始終咧係由8月3號開始啦，香港證監會嘅一個新嘅規定啦。咁大家如果有唔清楚嘅話咧，都可以上網咧揾多啲資料保障自己嘅。咁頭先都講啦，韓國市場啦都會波動嘅，但係我哋睇翻上個星期咧，三星同埋 SK 海力士咧，其實都反彈咗唔少嘅喎。整體由高位啦係都雖然係跌超過30%，咁你覺得短期咧個走勢又會點咧？咁另外我哋個新產品咧又點樣睇咧？就係3537。係啊，咁留意到上個星期韓國市場啦，都係較為波動啦，都係單係星期五嘅時分啦，留意到我哋7709啦，係升接近60%，即係話單日其實呢一類嘅產品啦，個波幅已經非常之大，亦都係足夠各位觀眾去獲得一個唔錯嘅盈利啦。咁所以亦都係點解我哋經常強調啦，呢啲產品咧只適合一個短線嘅操作啦。咁我覺得整體嚟講啦，始終你話韓國市場都回調咗好一段日子啊，咁而最近啦，亦都可以終於即係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反彈情況，咁但係短線嚟講啦，我哋覺得仍然係會一個波動嘅市況，因為韓國當地啦，無論係去槓桿，甚至乎佢哋有提及到啦，需唔需要落架佢哋相關嘅 ETF 槓桿產品？我覺得呢啲事件咧都係令到成個韓國市場會較為之負面啊，咁所以希望睇下會唔會韓國 KOSPI 指數啦，特別係佢哋嘅一啲綜合指數會唔會喺呢啲位置慢慢企穩啦？咁投資者先用翻一啲相關嘅產品去關注啊！咁當然亦都可以趁住喺今日嘅節目當中啦，同各位觀眾分享下我哋上個星期五推出嘅全新 KOSPI 200嘅 Covered Call 呢一隻南方韓國備對嘅 ETF 啦，咁 ticker 係3537啦。咁其實我相信大家對於 Covered Call 嘅一啲 ETF 嘅運作原理都係非常之熟悉㗎啦，亦都係首先基金經理會全面複製翻 KOSPI 成個指數啦，即係包括買入 KOSPI 200嘅相關期貨，甚至乎係 ETF 啦，去複製翻，而同一時間咧，亦都係賣出 KOSPI 200嘅 call option 去賺取權金啊！咁但係因為 KOSPI 200喺環球嚟講咧，都算係一個較為波動嘅指數，而當中賣出KOSPI 200相關嘅 call option 啦，賺取到嘅 premium 啦，有機會比國指更加為之高啊！咁所以但係因為始終係一隻新產品啦，我哋暫時相關嘅派息詳情咧就未完全 confirm 晒啊！咁如果有最新嘅 update 啦，我希望都可以喺下個星期嘅節目啦，同大家去公佈下，咁大家亦都可以一個彩蛋先啦，下個星期咧再同大家匯報多少少相關嘅派息詳情啊！好啊，大家可以留意住下星期啦。咁我睇翻3537啦，同埋本身嗰隻咧 KOSPI 200指數3121啊，其實最大嘅分別係啲咩咧？
係啊，咁當然兩隻產品有非常之大嘅分別啦，即係一隻係以一個實物 ETF 形式啦，即係買入 Kospi 200指數相關嘅個股啦，亦都係比相對嚟講係一個冇槓桿嘅產品啦，比較適合觀眾可以中長線去部署啦。而另一隻 Kospi 200 Cover Call 3537啦，嗱大家都知道啦，Cover Call 嘅產品係有一個封頂嘅天性啊。即係話，因為每一個月賣出咗嗰個指數價格位嘅認購期權啦，當升穿之後咧，就會出現一個封頂情況啊。咁但係一個好處就係，如果指數係不斷橫行，而嚟每一個月亦都收取到期權金嘅時候啦，可能嗰一年個市況咧就用 cover call 嘅策略會更加為之優勝啊。咁但係過往都聽到唔少香港嘅觀眾啦，其實對於唔同種類指數嘅 cover call 嘅產品啦，都有一個微言啊，就係話，誒，當大升市嘅時候，我 capture 唔到晒個升幅喎。咁但係我哋南方都應就經常都係以一個投資者嘅利益為優先啦。咁我哋除咗有一個 cover call 嘅產品，亦都再加埋實物類型嘅 ETF，即係話，就算你有喺派息嘅當中啦，如果你遇到封頂嘅情況啦，你都可以加配合埋我哋呢一隻3121啦。當一個市場上升啦，你都可以 capture 埋到當中嘅升幅，即係話兩邊即係各有好處，亦都係各有互補嘅情況底下啦，一次過關注晒成個韓國股市啦。好啊，睇咗韓國股市啦，我哋轉睇下美股市場啦。咁琴日咧就道指破新高啦，而美伊嘅局勢咧亦都係緩和嘅，油價又向下啦。咁啊見到傳統科技股咧板塊咧有反彈喎。Meta7 單日咧都升成3.6%，創3月31號以嚟嘅最佳表現啦。咁啊七巨頭應該都有一個 ETF 嘅，咁啊走勢係點啊？又可以同我哋分析下。係啊，Yana，咁留意到美國市場當中啦，最近亦都係一個比較繁忙嘅業績期啦。咁喺週末當中亦都見到阿特朗普啊，Trump 啦，繼續有一啲 TATO 嘅現象啊，即係話同伊朗嗰邊又好似傾掂數咯喎。咁但係伊朗又話佢講大話，咁所以呢啲咁經常爆出嘅消息，我哋未必跟得咁準啦。咁但係都可以明顯見到啦。Meta7 最近公布完業績之後啦，雖然短線有一個回調，咁但係個反彈速度都非常之快，特別你見到一啲即係軟科技嘅類型啦，你話包括 Google 啊、Meta、Microsoft，最近個反彈都較為強勁啊，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捉唔切，即係我唔係有咁多資金可以買晒每一隻個股，亦都買個位啦，唔算太好嘅時候啦，其實都可以考慮翻3454啦，我哋呢一隻美股七巨頭嘅 ETF 啦，用一個實物類型嘅 ETF 啦，一籃子啦買晒呢個 Meta7，咁我相信短線嚟睇啦，美股現階段 Meta7 都係一個強勢嘅當中啊，咁所以3454啦，都俾大家去捕捉翻個美股啊。好啊，咁另外睇翻另一個 A 股啦，表現相對咧都硬淨啦。科創股嘅硬科技股咧，好似中芯華虹啦，都係市場嘅焦點啦。咁喺有一隻咧3109追蹤科創股50指數咧，又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係啊，咁留意到 A 股個表現啦，雖然最近回落咗唔少啦，但係當中好多硬科技嘅個股啦，都仍然係香港投資者嘅一啲心儀所屬啊，即係包括啱啱提及嘅中芯啊、華虹啊，其實你香港市場上啦，一手個入場費都幾貴下㗎，咁但係如果你通過3109我哋科創50指數嘅 ETF 啦，入邊已經係包含咗啱啱我所講提及呢幾間公司啦，仲有亦都大家可能聽過一啲 A 股嘅芯片大廠航母幾啦，同埋早前咧喺科創板上市嘅長鑫科技啦，其實喺之後咧都有機會啦納入去科創50指數當中啊。咁如果大家仍然睇好中國 AI 嘅發展啦，3109科創50啦，都俾大家一個以較低嘅入場門檻啦，一次過捕捉晒呢一類硬科技相關嘅個股啊。咁同埋好多 A 股啦，其實亦都未去到香港市場上市噶嘛，咁所以透過3109就可以 access 到成個 A 股嘅市場啦，咁所以我覺得大家睇好中國嘅 AI 啦，除咗你話港股之外咧，都可以配搭下呢一類指數類型嘅 ETF 去關注翻。咁想留意 A 股嘅，亦都可以睇一睇呢隻 ETF 啦。咁另外仲有一隻3033南方恒生科技 ETF，咁同3109又有啲咩分別啊？
都會有一個明顯嘅分別啦，因為3033就係追蹤翻我哋香港嘅恒生科技指數啦，亦都係全球最大嘅恒生科技指數 ETF 啦。咁當中嚟講就會比較無論硬科技啦，甚至乎軟科技會多少少啊。咁亦都係早嗯前見到唔少嘅科網平台股啦，包括大家香港投資者好多人都會關注嘅騰訊啊、阿里啊、美團呢一類啦，都見到明顯嗯喺低位有一個反彈啊。咁同埋最近港股個氣氛啦，始終你話對比起外圍亞洲成個市況啦，會更加為之良好少少啦。因為始終真係回調咗咁多嘅時候啦，更加多嘅資金啦，現階段外圍回調嘅時候啦，香港投資者都會更加願意買翻我哋本地嘅一啲個股，甚至乎係指數相關 ETF 啊。咁所以我覺得3033配合埋3109啦，都可以完全捕捉到成個中國 AI 科技嘅發展啊。咁唔知道新科技股咧見底未啊？而3033近期嘅資金流入嘅情況係點樣咧？係啊，咁如果要講翻資金流方面啦，其實你話3033啦，喺過去7月份啦，都有一個資金流出嘅情況，有超過20億嘅資金流出啦。咁因為反而好多香港嘅投資者咧，會利用咗我哋一啲指數相關嘅每日槓桿產品去捕捉，包括大家熟悉嘅7200啊，甚至乎7226啦，一啲短線嘅正向兩倍產品啦。咁但係就較多觀眾會做一個短線嘅 profit take 啦。咁因為港股因為過去呢半年啦，其實每逢一少少升幅嘅時候啦，嗰個profit take 同埋一個食糊嘅一個心態咧，都較為重少少啊。咁所以香港投資者啦，現階段就真係可能會中意用一啲每一日嘅槓桿產品啦，去關注翻個港股。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中長線大家唔想咁波動嘅話啦，3033啦，都係可以適合大家中長線去配置。好，唔該晒 Kenny，咁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多謝你喺大市入面俾咗其他嘅投資策略啦，同埋 tips 俾我哋嘅，thank you，拜拜。有冇持有以上嘅股份？係冇持有上述股份嘅，咁都提醒翻觀眾啦，投資之前啦，都了解翻產品嘅資料同風險啦。